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在暗新德的空军基地，一只反向2000战机8:05出海训练，8:35煞是失去动力。飞官上话，食歹薰是弹射逃生。好消息是在暗时10点外，都有找到人，无性命危险。总统赖清德今早起就去病院甲探视，这空军迄边嘛下令这反向战机全面停飞，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的原因。海巡人员大家做伙甲人救起来，顺利救起来就是空军飞官上尉谢派勋。空军反制强军了台，加强夜航作战。因故所发生飞机失去海，飞官谢派勋驾驶反向2000，随着按8:05分自新德基地起飞，半点钟了，回报发动机无动力。伫1分钟了，自关岛1000公尺紧急弹射。国军派 S704 加 C130来搜救，经过要到2点钟，伫暗时10点20分，点新伫外海找到人。S704 伫咧进行吊挂时阵，所发生吊挂拿故障，最甲救开谢派勋，该吊挂到海巡358艇。因故因为海流的问题，无法度停挂南寮港，所以人员改去哩海巡10011艇，并且伫咧11透早1点22分到台中的5车港，当动综合病院初步检查，身体有淡薄刺伤。飞官性命重一切。总统赖清德在1早起去解看，感谢国军无分人民保卫国家，谢派勋这么无性命危险，状况真稳定。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非常辛苦。我也敬请国人能够全力支持国军，做国军的后盾。伫搜救的过程 ，S704 发生缆索啊故障，无法度吊挂谢派勋，所以大家也关心村内3台 S704的脱险率。此次故障的小白交给维修的合约商来去做拆解故障的原因造成的调查，目前正在执行当中。空军启动天然作业，下令反向战机全面停飞，接受特检，也成立专案小组进行所落来护飞机的作业，调查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关心金华城案件进展，检方今日早起是搁提审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下晡搁提审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应晓薇。民众党就开检记者会，批评这北检在办超市鸡卵的案件是一直掠索，办高问题的案件却是吹个遐尼紧。双手红扣起来，手提物件对警备车行落来入去北检。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下晡红提审出庭，金华城案继续侦办。检方嘛第2摆提审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继续厘清甲木金流基约收乌钱的对价。沈庆京的委任律师欧元良面对问题是低调，无要回应。接下来说对策。可是身体还好。检方小连续2天，搁提审包括民众党主席郭文泰、台北市前副市长裴振兴等被告，要来交叉比对警词，搁公布来继续搜证。11是第1摆以证人身份，团台北市的前副市长嘛是现任高雄市的副市长林清盈。冤枉啊！这个谢谢。面对媒体态度是真低调，正前维京集团沈庆京要指涉瓜市府的官员讲摕乌钱，林庆盈要主动发声明，重申迄当阵是反对金华城的容积率换算到679%的立场。即马到北检作证含说明，信后请回。面对检方侦办的动作，民众党团早起开记者会，批评北检办超市是办甲敢若牛，办瓜问题就有够紧，表示讲会提案甲特产会预算抬调，并且评估安怎处理法务部和北检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英国，因英国的外交大臣拉米。伫咧联合记者会顶头，布林肯是讲因双方会做伙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也若是英国的外交部嘛讲，针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英美两国的团结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英国，甲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举行美英战略对话。会后的联合记者会，布林肯讲，双方有讲到共同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We also discussed joint efforts to ens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both of us,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preserving the status quo, it's essential not just to us. It's again essential to countr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拄则复会美国国会开启中国州，遂通过直接或者是间接甲中国相关的法案，其中无异议通过《太平洋伙伴关系法》，虽然对中国的针对性较低。不过内容是要求美国政府协调制定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应该甲台湾等国家抑个太平洋岛国论坛紧密合作。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ounted an aggressive campaign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among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t's pressuring island nations to overturn their recognition of Taiwan, illegally fishing in thei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and bribing local law enforcement to influence local elections. 来自南太平洋美属萨摩亚的美国众议员讲。中国这几年来一直扩张伫咧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互人真担心。不过，这项法案会该送参议院审议，通过了后才会送白宫，由总统签署正式生效。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民主党贺锦丽甲共和党 Trump 面对面对决，伫咱台湾时间今日早起电视辩论，这阵是带大家来看各大媒体对因双方表现的分析。英国 BBC 是认为讲，这贺锦丽是成功刺激这 Trump 傲气性的个性。虽然无轮到发言的人，这麦克写紧无声，不过这贺锦丽是也是伫边仔细细念甲 Trump 起掠讲。也若是美联社是对双方的手势也有表情来看，认为这贺锦丽手势丰富，直接甲对手相对上，看起来正轻松稳重。也若是 Trump 迄边是颠倒较着急，无啥看对贺锦丽迄边过。落尾若是对美国 CNN 辩论结束了后的民调来看，是有63%受访者认为讲贺锦丽表现是比 Trump 更较好。Trump 甲贺锦丽头一届面对面对决，有真侪美国民众就小少斗阵看辩论。公司的国际记者张翰，就是这带大家行入洛杉矶的一间夜店，体会无同的立场的民众咧看辩论的过程。现代接受资讯的广度真多，不过电视辩论依然是美国总统大选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国大选已经进入最后关键争斗的阶段，两位候选人面对面辩论，引起大家的注意。咱会当看到，若是学校、社团抑个地方团体有伫咧看辩论，像伫遮夜店，也有真侪人是专工来遮，大家做伙看电视辩论。It is a nonpartisan event. Again, because we're in downtown and we're a local community bar, we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community to come together and watch the debates. 有人是想要听政策，也有一寡人是来看闹热，搁加上现场有酒通啉，政治有人是有淡薄娱乐的效果。洛杉矶伫咧加州，一般互人认为是民主党的票仓，不过现场有川普的支持者。The debate's good because now people can see the truth about Trump. You know, the Democrats keep saying that Trump is Project 2025. It's not. He has Agenda 47. Agenda 47, not Project 2025. Look it up. 对伊的讲法，在场真侪贺锦丽的支持者当然是无认同。I think it helped me understand Harris's policies more. For Trump, it's just repeating the same talking points over and over. So I didn't really learn anything I haven't already known the past decade plus. 一若问讲，看过辩论了，敢会改变你想要投互啥人？两边的看法也是无同。Absolutely, it can because again, like I said, it gives people an opportunity to hear each candidate stands on where they stand. No, I think a lot of this is everybody has their candidate already, and I think the debate is just responses that the people want to hear. 公司国际记者张翰、彭伟伦，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选党主席，这届是自民党有史以来上届侪人竞选的一届，有9位候选人。根据 NHK 拜一公布的民调，目前支持率上届悬的石破无是有28%支持率，小泉进次郎是有23%支持率。这日本的前锋卫大臣石破无，这届是第5届竞争日本首相的大位。顶个月是要带团来台湾访问3天。也若是民调第2悬的小泉进次郎是43岁，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后生，捌做过环境大臣，伊是这届候选人内底上届少年的形象真好。伫咧其他日本媒体民调，甚至是排伫咧第1名。另外，这届嘛是自民党头一届有2位女性的候选人来竞争这党主席的大位。
墨西哥执政党提案，要予全国6000外法官全民选举产生，这是引起迫害司法独立的争议。所以讲，无论是国会，也是会场外口的民众，拢有起冲突的情形。数百位民众拢伫国会主动投票，伫议场门口爆发激烈的挨杀。墨西哥参议院拜二想要通过一项针对司法机构改革的法案，预计未来法官会全部由民选产生，恐惊影响司法独立甲权力制衡。经过司法单位顾问甲法律系学生几礼拜抗议，国会坚决通过法案的行动，引起更较侪民众的怒火。ausencia y falta de diálogo y de apertura, hoy vemos esto, que los ciudadanos, los mexicanos, pues, tomaron el Senado, entraron por la fuerza, no es lo mejor, pero no les quedó de otra. 这项法案是由特别卸任的总统欧布拉多推动，会以公民普选的方式产生全国6500名法官。另外，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会为11人减少到9人，将所需要的工作经验为10年减少到5年。欧布拉多讲，安尼做是为了要打击司法系统腐败，严格反对派认为，左派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会借刑法稳固权力，使总统会当一手立大权，恐惊危及三权分立。Definitivamente estamos en contra porque no fortalece la carrera judicial, que es lo que debe buscar toda reforma constitucional, debe fortalecer el sistema de justicia y, por supuesto, un sistema de justicia fuerte garantiza democracia, paz y seguridad a toda esta nación. 这项法案伫下议院通过了后，这礼拜送去参议院表决，保证支持改革的票数，还未达到通过法案的2/3多数的规范。最后关键的一票，就看最近立场无清楚的国家行动党参议员尤尼斯最后的动向。尤尼斯顶礼拜6起就无要接党会电话，参议院开议期间拢请病假，由父亲代为出席，有期会导向执政党。公司新闻纽约报道。美国科技公司苹果甲 Google 甲欧盟拍官司拢败诉，法院是认定这苹果的减税福利无公平，要补纳4000多亿代票税金。原来是 Google 是因为插手市场去罚款代票800多亿。这礼拜，互欧盟指控讲涉嫌独占市场的 Google 车执国输去啊！欧盟2017年指控讲 Google 是乌白用伫网络超出市场的主导地位，靠我家己人，就是 Google 买物件的比价服务，对 Google 是采罚24.2亿欧元，合代表810亿。Google 不服，向欧洲法院提起上诉。欧洲法院落尾是认定 Google 违反竞争法，维持原裁定。欧盟的官员讲，这是监管科技大公司的一个大进展。In essence, the Google shopping case was a catalyst for change, inspiring more vigilance and proactive approach to regulating big tech, and of course, ensuring also a fair digital marketplace. 因为欧洲法院嘛裁定讲，苹果公司必须向爱尔兰来补纳130亿欧元，合代表4620亿的税款。因为爱尔兰政府为了要请苹果来设立欧洲总部，长20年的时间拢提供税务的减免，其中在2014年，苹果的税率甚至是比0.005%更加低，真无公平。Today is a big win for European citizens and for tax justice. 不过，这项裁决并无对股市造成真明显的冲击。苹果拜日股价是小可落0.36%，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是小可起0.31%。另外，伫苹果新机啊 iPhone 16出现了几点钟，华为伫同一天嘛发表全球第一款3凹的手机啊 Mate XT， 嘛伫20开始卖要和对方来车拼。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澳洲总理阿班尼斯讲，这囡仔使用社群媒体会去伤害到身心健康，所以讲是按算今年就要立法禁止囡仔使用社群平台。这上界严格，可能会限制到16岁以下拢袂使使用。利用手机还是电脑看社群平台内容是真侪民众的日常，有原伫咧读册阶段的囡仔也无例外。不过，澳洲政府认为囡仔可能接触社群媒体的有害内容，进一步产生网络霸凌等纠纷，对身心健康造成危害，所以决定伫近年来立法对囡仔使用社群媒体年纪设限。Well, we're listening to parents and listening to the community. And I want to see kids off their devices and onto the footy fields and the swimming pools and the tennis courts. We want them to have real experiences with real people.
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讲，目前考虑将上架使用年纪设伫14到16岁之间，也就是讲，若采用上严格标准，未来可能16岁以下囡仔甲青少年会无法度使用社群媒体。消息指出，民众反应真无同。Well, I think there's not many restrictions on what's posted, like on TikTok and Instagram and stuff. There's you can see some crazy things that kids should not see on those platforms. So I think that's good. Look, it sounds like an unnecessary overreach by the government. If people don't want their kids to use social media, you should just not give them social media, not give them devices and ask them not to use it. I don't think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to be involved in banning that sort of thing. 目前，这项立法得到保守派反对党的支持，也毋过有学者认为，这项立法虽然立意良善，也毋过目前验证年纪的技术，较会当规避执行上恐惊会出现空棚，或者是可能规集用户的运输。也有专家认为，对社交平台内容加以监管，也是要求平台负起自我审查责任，可能监管真需要。公司新闻站回编编译。天气热翕翕，造成这农作物的收成无好。韩国这个热天，就因为这伤过热，白菜产量无介好，影响到韩国泡菜、kimchi的产量。咱台湾的农作物其实嘛有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亲像这酸啊、银杏甲西瓜产量拢有较减。为着增加收成，这政府甲真侪业者拢在推动网式种植。山顶满满的白菜，这是韩国海拔1100公尺的山顶，因为地势有够悬，有够寒，这白菜拢是韩国上界有名的。若到热天，韩国有93%的白菜拢是对遮来的。不过，这个热天全球热翕翕，天气无够冷，白菜的产量煞无好，变真贵，连带影响到韩国做kimchi的业者。이 기후 조건에서는 배추가 비쌀 수밖에 없거든요. 이렇게 계속되면 한여름에 우리는 배추김치를 포기해야 되는 거 아닌가 하는 생각을. 唔但是韩国白菜有产量大减的问题，台湾最近嘛因为气候变迁，芳量减少，造成需要开花结果的水果、农作物拢减少，亲像热天的酸叶、金樱、西瓜等等的农作物，今年拢收成无好。为着要稳定产量，政府、农民、专家拢咧想办法，透过农业设备来调节温度。当我们那个温室气体效应太过严重的时候，伊会无法度正常的开花。 无法度正常的开花，伊就无法度正常的结果。一寡物件用设备来克服啦，但是是成本的问题啦。大温室起来了时，我可以用微量元素气候喷雾，还有那个设备，帮它解决到它的产期。 网式业者表示，因搭网式利用喷雾、电风来降温。目前台湾发展上好的果子是柑仔蜜、甲果仔泥，原本半年收成一届，即马规年透天拢有。但是专家嘛指出，网式只是暂时解决产量的问题，若要阻止气候变迁，嘛是爱对源头来解决，才会当达成永续环保的目标。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